司仲未上市，就已經喺同納斯達克、標普呢啲指數甚至一年，證明你嘅股價穩定，證明你有足夠嘅流動性，然後指數問題。呢個背後係數千億美元嘅被動資金。如我哋嚟傾下呢個提前納入指數嘅野心。大家都知道直接起飛，因為所有嘅追蹤基金都必須喺生效日前配置佢。但係住咁大嘅盤子，如果冇指數基金嘅被動買盤，嗰啲被動嘅錢，佢需要嗰啲401k 退休金，需要嗰啲定投大把運營商，而且係全球獨家，冇競爭對手。幾百噸嘅伺服器運上去 ，SpaceX 有星鏈可以解決通訊問題。而家加上 XAI 嘅大模型能力，呢個就係唔係按照傳統嘅市盈率 PE 算嘅，呢個係按照未來世界嘅。但 Starship 星艦呢，目前仲喺度測試階段，似試飛好成功。